嘉义市有4条大路，因为这车红顶的秒数伤过短，过车路的人上无一秒爱行2公尺，才会当行到对面。嘉义市议会再去到议员伫咧质询，认为安尼生过车路袂出是走标，实在太危险啊！摕着手机来算时间，这条65公尺长的路口，车红顶互人行的时间是42秒，平均1秒爱行1.5公尺才会赴。一般人实际行一逝差不多28秒，不过对老人甲囡仔来讲，可能真吃力。马煞无啥够来，安尼吼，无切到底哩吼，人迄老大人有诶吼，拢安在动啊半钟就动掉了。可能要再加装个就是行人的号志，让他有秒数的时候，行人比较容易控制他的时间可以走到哪里，起码知道如果走不过去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停下来，不要说硬冲过去这样子。嘉义市有议员就伫议会质询讲，这个车红顶卡嘛无互人看剩偌济时间的号志，对适大甲囡仔真无优先。除了这个路口，嘉义市另外阁有一寡路口嘛有同款的状况，甚至爱行阁较紧，平均1秒爱行2公尺才会赴通过的路口。道路安全标志标线设置好规定第231条，目前我们是1秒1公尺来计算，幼童堕的地方，我们是1秒0.8公尺来计算，但这个路口1秒要接近2公尺，其实已经不符合现有的规定。这4个路口的一个号志通行秒数的一个建议，那我们会做行人量以及道路几何条件这样的检视，来做一个号志的调整。议员指出，路口车红灯的设计应该是为着过路人会当安全过车路才对。结果，遮宽的路口过车路的时间遮短，颠倒增加过路人的危险。嘉义市交通处表示，秒数的设计是考虑到人甲车的数量、路口宽度这因素，会阁详细评估做出改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